本栏目由南方航空独家冠名播出。每年6月是欧洲传统的夏季打折季，徜徉在意大利威尼托大区，我除了感受到国际一线品牌打折风吹来的喧嚣，还能在这里触摸到历史的印记。因为每走几步就能见到一栋上百年的古老建筑，造型各异的外表，斑驳的墙壁，与开在里面的奢侈品商店、酒吧相交辉映，可谓古老与现代、艺术与历史在这里和谐地融为一体。这不禁引起我对意大利建筑的强烈兴趣。我是南航空姐林子，本集我将带您走进位于意大利东北部的威尼托大区，穿过古老的岁月，去欣赏意大利建筑的独特，体会那些建筑背后不为人知的故事。都说意大利凝聚了大半部西方建筑史，而维琴察则有可谓是意大利建筑的教科书。因此我们本次发现意大利建筑的重点就放到了维琴察市。维琴察位于威尼托大区的中部，它西距米兰180公里，东距威尼斯61公里。维琴察有着3000年的历史了。它在公元前49年成为罗马的一个自治市。1404年，它被威尼斯征服，从此与威尼斯共和国共命运，直到1797年共和国覆灭为止。这里许多古迹是从16世纪就遗留下来的，他们经历了古罗马的辉煌、文艺复兴的繁荣、启蒙运动的洗礼，因此踏上了维琴察，就等于踏上了建筑史的长廊。罗马、哥特、文艺复兴、巴洛克、新古典等各式风格的建筑，在这里绘制出一幅多彩的画面。Hello， 在维琴察发现使者佩佩带领我们认识了威尼斯大学的教授约瑟夫先生。约瑟夫先生告诉我们，如果要谈意大利有代表性的建筑，那么就要去维琴察的广场。教授说，这个广场其实是在当时维琴察市民们的一个生活中心。你看到这2个柱子的时候，它首先代表的就是这个广场就到那里就结束了。左边的这个柱子其实象征就是威尼斯的政权，右边的这个柱子上面的那个人像其实就是耶稣。一个是代表的是政权，一个是代表的是宗教。维琴察的广场就像是一个历史的橱窗，集中了意大利各个时期风格的建筑。从古希腊时期半圆拱顶风格的古典建筑，到红砖风格的中世纪建筑，再到高耸消瘦风格的哥特时期建筑，最后是文艺复兴时期的对称风格新古典主义，在这里都能找到他们的印记。他说就是中世纪的房子就是这种小小的狭窄的一个窗户一个门，这样像一个堡垒碉堡似的这样一个建筑。那之后的建筑就是开始扩张，就变得越来越大。站在广场的中央，最醒目的建筑就是巴西利卡大教堂了。这座集合了多种建筑风格的世标建筑，被称为王者之厅。它原本是一座12世纪哥特式建筑，在1549年文艺复兴时期被一位设计师巧妙地改建了。他在原有大厅的4面增加了券柱外廊，这样处理手法巧妙，构图大胆创新，立即引起了轰动，并对后来许多大型建筑的设计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个设计师是帕拉迪奥的。巴西利卡大教堂是他为当时的维琴察市政府设计的第1栋公共建筑，也是他的代表作。在此后维琴察将近500年的历史里，帕拉迪奥的影响力无人能比。维琴察有他名字命名的帕拉迪奥大街、帕拉迪奥博物馆、帕拉迪奥酒吧，可以说没有帕拉迪奥就没有维琴察。维琴察因帕拉迪奥出名，维琴察就是帕拉迪奥之城。Ho cominciato a dire, ma questa è un'architettura stupenda, e allora è stato recuperato. OK， 他说其实当时在15世纪以前的时候，
整个的威尼斯风格是在维琴察遍布，到处都可以见到。那在15世纪中期以后的时候，维琴察就开始有自己的风格。虽然他在威尼斯住了很长时间，但是他一直在和威尼斯沟通过程中可能有一些问题，所以他最后还是在维琴察附近找到了他自己事业上面真正的共识、辉煌以及成就感。帕拉迪奥1508年出生于距离维琴察30公里外的帕多瓦，13岁时就给一位石匠当学徒，随后在维琴察一家施工作坊里当助手。后来给当时一位著名学者的别墅进行扩建时，他掌握了古典建筑的原理。此后在这位学者的资助下，几次游学罗马，考察古典遗迹，潜心研究古罗马建筑师的著作，吸收盛期文艺复兴时的建筑成就，发展出了自己的古典主义风格。帕拉迪奥的创作灵感来源于古典建筑，他一生中一直运用古典建筑的原理，为维琴察的贵族设计了26座乡村别墅和城市宫殿。这些别墅宫殿的样子在帕拉迪奥博物馆里都能看得到。为了进一步了解这位建筑大师，我和佩佩走进了帕拉迪奥博物馆。这座建筑是意大利著名建筑师帕拉迪奥在1570年为当时的一个贵族设计的一个私人别墅。在2012年，这里便被改造成了一个博物馆，专门用来陈列帕拉迪奥在维琴察所设计的一些建筑作品。帕拉迪奥就是把这样一个混乱状态的一个农场，变成以居住为中心，然后两边是农业场所，然后记得是对称结构，又给予美，然后又给予功能性的一个结合。那我可不可以理解为，在帕拉迪奥之前，其实是意大利是没有别墅的，在它之后就产生了现在意大利所著名的这些别墅的房子。与帕拉迪奥同时期的建筑大师有大家熟悉的米开朗基罗、贝尔尼尼等等，他们都成名于文艺复兴时期。可是与帕拉迪奥不同的是，他们建造最多的是教堂和礼拜堂，也就是所谓的神的居所。而石匠出身的帕拉迪奥建造最多的是乡村别墅，是人的房子。所以帕拉迪奥最了不起的地方在于，在文艺复兴之前，艺术是为神服务的，而建筑艺术的精华也仅仅存在于神殿、教堂和皇宫。直到帕拉迪奥作品的诞生，为人服务的宫殿式豪宅成为文艺复兴时期建筑作品的奇葩。它展现的是尊贵的人是如何生活的，而不再是神。因此可以说，帕拉迪奥是文艺复兴时期最伟大的建筑师。他设计的关于人的尊贵生活的建筑成为经典范例，被后人命名定义为帕拉迪奥风格和帕拉迪奥式建筑，并影响到欧洲乃至全世界。你看，这个博物馆每天都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学生和建筑爱好者参观临摹他的作品。他说他从美国特意来意大利参加一个建筑学习的课程，他特别喜欢帕拉迪奥。Why do you like Palladio? Well, every building is basically perfect. 在欧洲，完美的帕拉迪奥式建筑影响深远，特别是英国在18世纪兴起了一场帕拉迪奥主义建筑艺术运动，出现了大量模仿帕拉迪奥风格的建筑，而其创造的人字形建筑更成为美国豪华住宅和政府建筑的原型。但帕拉迪奥最受人赞赏、被模仿次数最多的建筑，当属园厅别墅。现在大家所看到的这个别墅几侧都是对称的，你们可以看，这边有6根柱子，你也可以看到，在那一侧同样是有6根柱子，结构是一模一样的。
这座名为园厅别墅的建筑是帕拉迪奥的杰作，是在1565年建造的。当时在梵蒂冈担任教皇秘书的牧师帕罗决定在自己的家乡建造一座乡村别墅，供自己退休后生活。为了打造好自己最后的归宿，帕罗找到了帕拉迪奥来设计并监督建造了园厅别墅。这种完全对称的建筑风格正是帕拉迪奥最具特征的建筑元素。它汲取了古罗马和希腊传统建筑的对称思想和价值精华，借助了古典神殿正面的设计灵感，让房型结构的中间上方有一个圆形的穹顶。建筑的立面有古典风格的柱子，令别墅显得神圣而又庄严。这座建筑被称为是几何学应用的精巧典范。据说美国白宫的设计灵感也是来源于这座别墅。建造这个别墅花费了24年时间，可惜的是，无论是别墅的业主帕罗，还是设计师帕拉迪奥，最后都没能看到它完成的样子。业主帕罗的儿子把别墅卖给了卡帕家族，完成了最后的建造工程。如今，这个别墅又被威尼斯的 Vomarana 家族拥有。Vomarana 家族在维钦察地区相当有实力，是帕拉迪奥建筑的爱好者。自从买下园厅别墅后，他们开始喜欢上了收藏别墅。就在离园厅别墅不远的地方，他们又买下了一所有趣的建筑。大家可以看到，在这个院落的围墙上有许多这种小矮人的雕塑，所以当地人把这座别墅叫做小矮人别墅。从外观上看，小矮人别墅虽然不像园厅别墅那样四面完全对称，但也同样属于新古典主义风格，拥有规整的正门。他说这个还有比较著名的是因为它里面壁画是一个在小矮人别墅现在的继承者卡罗琳娜女士的带领下，我们走进了这栋有着400多年历史的建筑。出生在传统贵族家庭的卡罗琳娜热情地为我们讲述这个别墅以及她家族的故事。他说其实小矮人在意大利里面它是有一种喜剧角色的这么一个成分，然后他们也是背后都有自己不同的故事的。他说是之前我们有这个身材比较矮小的公主，但是后来来了一个特别英俊高大潇洒蓝色眼睛特别帅气的一个王子，然后lei si innamora tantissimo 然后公主就陷入爱河。ma lui no 但是这个王子对她 e allora lei è disperata e si butta dalla torre no 他说然后这个公主因为王子对她没有这个爱慕之情，公主特别伤心，然后就从塔上面跳了下来。小矮人其实原来都是活的，然后由于公主她从塔上面跳了下来以后，这些小矮人都太伤心了，然后他们就变成了石像，然后跳到了墙上。tutti non tanto bassi 他说意大利人都不会太矮，这是传说。卡罗琳娜幽默的讲述引起了我们强烈的兴趣，带着好奇，我们迫不及待地进入了别墅。哇一进大厅，我立即被满墙的壁画所震撼了。卡罗琳娜说，这也是小矮人别墅最具特色的地方。400年前，别墅的主人为了画这些壁画，找来了当时著名的画家提埃波罗。说皮埃波罗在他的那个时代来说，应该是在整个欧洲最有影响力的一个画家，所以能请到皮埃波罗来画家里的壁画的话，在当时算是一个非常高规格的了。Quanto avete pagato Pietro per dipingere tanti zecchini d'oro non lo so 有很多的黄金。过去的别墅是经济的中心，也是富人消遣的地方。请著名的建筑师帕拉迪奥设计外观，再由同样著名的艺术家提埃波罗布置室内，不仅成为当时的一种风气和时尚，更是无意中将意大利伟大的艺术家与建筑师紧密结合，相得益彰，
为后人留下了佳话和佳作。让我们意外的是，卡罗琳娜告诉我们，在这个别墅里有一间很豪华也很特别的房间，祖辈们把它称为中国房间，里面的画也是出自提埃波罗。他的爷爷奶奶是住在这个房间的。 Questa è la stanza cinese. 这个就是刚才咱们说的著名的中国房间。Naturalmente i Tiepolo non erano mai stati in Cina. 对，他说很显然就是提埃波罗那个时候并没有去过中国， Si inventa. 所以他画的这些全部都是他的想象中的中国。然后那个画家就想象了一些在中国才有的一些飞禽，然后画在上面。但是从现在的生物学角度来讲，可能这样的体型可能飞不起来。对，应该是因为画家是住在威尼斯的，威尼斯当时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贸易港口，所以有很多商人，他可能也是通过这些不同的渠道了解，中国是什么样子的，然后从不同的绘画，或者是说从大家不同讲的故事里面去提取一些灵感。 La Cina era un posto pieno di mistero e pieno di fascino. 除了这些名贵的壁画家具，我还发现了一个更有意思也是更有意义的角落。这个角落陈列着卡罗琳娜家族的所有照片。 Questo è mio nonno. 哦，那祖父都是这么小，显然就是 E 卡 questi sono i 罗 suoi 琳娜女士就 fratelli. 不在里头了。 Lo vedete anche che i maschi erano vestiti con le gonne, con i vestiti. 那个时期的，你看男宝宝也是穿裙子的，哦，好可爱啊！这个房间我看照片都变成彩色的了，那这是这个家族近代的一些照片吗？这是他和他先生结婚的时候婚礼照片。 Più di 20 anni fa. 听着卡罗琳娜的介绍，我很想知道属于这个别墅的第一任主人是不是也能从这些照片里找到呢？是他吗？还是他？原来都不是。卡罗琳娜说，别墅的第一任主人就是墙上这幅油画上的这个人。因为400年前还没有照相术，所以只有画像。看着这个风姿绰约的女人，我不禁想象着这个别墅曾经有过的豪华生活。卡罗琳娜说，他们家族是从15世纪就被封为爵位的贵族家庭，所有的家庭成员都是不用工作的，直到他爷爷的那一辈儿才开始考虑谋生的问题。在这个房间的显眼处，还有一幅油画也引起了我的注意。原来这就是著名的建筑师帕拉迪奥的画像，也是他唯一的画像。虽然小矮人别墅属于帕拉迪奥之后的建筑，但是不难看出帕拉迪奥对这个家庭，包括那个年代非凡的影响力。本栏目由南方航空独家冠名播出。不仅在维琴察，在威尼托大区的其他地方也遍布着帕拉迪奥建筑，从加尔达湖到特勒维索、维罗纳，包括他的出生地帕多瓦都有他的代表作，特别是从帕多瓦到威尼斯的布伦塔河沿岸。6月的意大利已经进入了炎炎的夏日，大家可以看到今天的太阳特别大，晒在我的身上，我都快成烤鸭了。我们现在所航行的这条河是当地有名的布伦塔河。在中世纪的时候，威尼斯贵族到这里来，沿着河边建造了许多各式各样的别墅。夏季的时候，他们就到这里来避暑。几百年后的今天，这里已经成了一条有名的旅游线，世界各地的游客常常聚集在这里观光旅游。在中世纪，威尼斯的富甲巨商们已经不满足于当地的势力发展，开始往周边扩张。
而布伦塔河的天然环境、潺潺溪流的田园、温和的丘陵气候，都对发展别墅文化非常有利。于是，威尼斯商人纷纷在布伦塔河两岸买地置房，这正好为帕拉迪奥提供了施展才华的机会。应该是一个，要是我的话，我就把它改造成一个舞蹈室，这么大，还有镜子。在布伦塔河两岸，一共有70多座别墅，其中有近一半都是帕拉迪奥以及他的弟子们所设计建造的。这座别墅看起来没有之前我们所了解的那些别墅那样壮观，面积也没有那么大。可是我依然能感受到这里非常充实、非常丰满的历史文化。在这座别墅的后院，我们发现了一个有趣的车库，这里陈列着曾经的主人不同时期使用过的马车。一家别墅主人的车吗？对，所以说这个我觉得不次于一个豪宅里面的超级车库。对，但是我看车和车之间还有些不同，那有什么讲究吗？这个可能是不是简陋一些？像那个是不是能说是马车里的豪车？非常正确。就我们可以看到有敞篷，然后后来就变到有顶，这就看起来就比较运动款的，对吧？最好的就是黑色的那个，它既有开始有玻璃门，然后就是又保温，然后又保暖，然后也不会有风吹日晒。特别向往我婚礼的时候能够坐一辆马车，哇，白马把我拖到婚姻的殿堂。在我们游船的途中，我们认识了史蒂芬先生，他告诉我们，我们所坐的游船都是他们家的。他和儿子安东尼奥一起，从2005年开始买了5艘游船，专供游客游览布伦塔河。得知我们的来意后，他热情地给我们介绍起了这沿岸他最喜欢的一座别墅。好大一片草坪，你知道叫什么？这是那个帕拉迪奥做的。对 This is the back of the villas. 这个别墅叫做永不满足。史蒂芬告诉我们，这座别墅的主人是一个很有钱的威尼斯商人福斯格林，因为他的妻子长得十分漂亮，吸引了大批男人追随爱慕，而妻子却不守妇道。这个商人一气之下，把妻子放进了这座豪华别墅，让妻子一个人住在这里。常年的孤独居住后，妻子对男人怨声不断，因此人们把这座别墅称为永不满足别墅。Villa del 1550. It's very old. It's very old. È la più vecchia della Riviera del Brenta, costruita. 确实看得出来，这个挺古老的，一砖一瓦，都显示着它悠久的历史。这座别墅是帕拉迪奥第一座沿河而建的私人别墅。他当年修建这座别墅时，绝对不会想到女主人会是这么一个孤独终老的结局。现在看着这里偌大的草坪、冰冷的铁窗、高耸的穹顶，真的感觉到这座永不满足别墅的孤独。而更令人唏嘘的是，随着岁月的流逝，它还几经沧桑。在19世纪初，拿破仑征服意大利北部时，这座别墅同时被侵占，被新政权充公归了政府。直到200年后，福斯格林家族才把它从政府手中又买了回来。在我们即将离开别墅时，突然有了新的发现。现在的这个主人，他有一儿一女，
然后儿子是律师，女儿是建筑设计师。然后他女儿在香港学习的时候特别喜欢中国文化，然后就从香港买了这些他觉得特别有特色的衣服，然后放在这边来卖。我想这座永不满足的别墅第一任女主人万万不会想到，在她孤独终老了500年后，在这座有着500年的建筑里，现在竟然卖起了中国服饰。这也算是福斯格林家族的后代给予她新的希望，为她注入了新的活力吧。现在我们已经把布伦塔河所有美丽的景象留在了我们的身后。沿布伦塔河逛了整整1天后，我们晚上返回了维琴察，去欣赏一场小提琴演奏会。这场小提琴演奏会在位于维琴察老城的奥林匹克剧院举行。这座剧院算得上是维琴察人的骄傲，因为从1583年建成到现在，从来没有停止使用过。这里没有任何的音响设施，却给了观众在音乐中无限徜徉的感受。这是全世界最古老的有顶剧场，也是帕拉迪奥所设计，是他呕心沥血而名垂千古的绝作。1580年，72岁的帕拉迪奥作为奥林匹克学院的成员，接到任务，结合古罗马露天剧场的结构，为维琴察市政府的一次文化集会修建一所剧院。帕拉迪奥画好了全部图纸，但他在工程开始后的6个月就去世了。工程最终由他的儿子斯拉负责完成，并被命名为奥林匹克剧院。剧院由巨型石头建成，木质的椭圆形观众席由罗马剧场的半圆形观众席改建而来。舞台设计巧妙地采用了远近法和借景绘法，加大了纵深效果。而四周墙上突出的各种人物雕像，给人以深度的想象力。这是一座当之无愧的纯正文艺复兴风格建筑，是帕拉迪奥连同他其他的伟大建造留给我们的世界文化遗产。几百年后的今天，当我看到这里仍然进行着艺术演出，剧院内外飘荡着优美的乐曲时，我不禁想起了德国哲学家黑格尔说过的一句话：建筑是凝固的音乐。我想帕拉迪奥给维琴察、给意大利、给欧洲乃至全世界留下的，正是一篇不朽的建筑乐章。我们是烤鸭2人组。翻译。我看不清。什么味儿啊？好好吃。